环境部用3个月时间，将对全国48间 SRF 固体再生燃料制造厂和18间使用厂来进行总体检。有立委是质疑讲，咱国空气污染排放的标准下令，环境部嘛表示讲，年底会个修法来加严管制。政府推动 SRF 固体再生燃料发电，代替涂炭对减碳有帮助，主要使用废塑胶、废木材、废布料。 将这寡废弃物能源化，变做固体燃料。不过，外界烦恼讲恐惊引发空气污染。对此，环境部对6月开始，针对全国48间的 SRF 制造厂、甲18间的使用厂进行总体检，显示台湾 SRF 品质管制标准比欧盟较严格。不过，政府针对 SRF 使用厂也未建立出法定的模式。经济部长郭志辉3早作出回应。经济部。 对于发会为能，经济部对 SRF 使用厂的建立发电的模式，并进行辅导业者。我希望有实际的时程规划。报告委员，我们大概要3个月。不过，国民党立委用轻经质疑讲，目前只有产品的原料符合欧盟的标准。不过，空气污染的规定是真零，法制规范也未完备，无应该强推 SRF。 尤其汤市府进前2届撤销3间 SRF 发电厂进驻桃园科技工业园区，其中台湾立方阁向桃市府提出180亿的国赔，立委认为讲是中央突锤。对此，环境部回应讲，即马有的行政指导会提升做法律的慰解，修法加严管制。预计在年底会把你。 从严的标准定出是不是？是，我们还会再加严。我们现在预告。你告诉我时间是不是在12月底以前会拿出来？是。SRF 厂跟 SRF 的发电厂变成被污名化，而造成台湾很多的废弃物去化，造成问题。就委员所指导的这个方向来收集资料，然后来定义。 这个新的这个模式，针对提出国赔的台湾立方是美商企业，区议员烦恼讲，恐惊致使国际怀疑台湾的投资环境无安全，也互 SRF 互作恶。郭志辉表示，会甲环境部充分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